OK，好，大家平安。哎，今仔日是2022年8月初6第46回世界台湾文学论坛。今仔日是逐个月的头第一个礼拜，是台湾文学欣赏会的专题。咱今仔日要来分享的主题是画本创作分享。画本创作分享，画本简单讲，就是讲，用图来看册，这就是画本。啊，准做无文字，伊嘛是会当互读者知影讲啥物个故事的内容是咧讲啥物。绘本伊会当追溯到人类原始人的即个因住伫即个洞穴的内底吼，画伫个壁的壁图啊，亲像讲西班牙还是法国啦，因遐个壁图吼，年代拢足久的吼，拢保存甲足好。或者是讲即个伫动物的骨头顶刻字吼，即个甲骨文吼，或者是讲伫咧即个兽皮动物兽皮伊兽皮的顶面有做啥物记号啊，啥物塔图即种的，这拢是绘本的起源啦吼。即个演变到今仔日呢，因为人类文明有文字啊，无一定就是一定爱有图才有文字吼。即马嘛是足多元的，有文字才来想图嘛，拢袂要紧，足多元的变化。即个即个画图吼，即个画本呢，伊有即个年龄的分级，大部分拢是以幼稚为主。当然，咱今日有邀请一个足特殊的，就是讲伊针对青少年来创作的即个作家，小婷的，咱则来听伊看伊怎样是安尼要来针对即个青少年，来即个写作来创作。画本的功能不止啊济，咱简单先干讲，甲咱今仔有关的功能就好。就是讲，伊是一个虽然讲是针对幼稚，大部分针对幼稚，但是伊需要父母来陪伴伊读册。简单讲，就是这是一个亲子的共读，哪佚佗哪读册，亲子的交流沟通亲子的亲密关系，拢是为遮开始建立起的。这就是伊上大的功能。上重要的就是讲，咱即马的语语要保存，实在是真无容易，实在是真困难的代志。咱会当透过咱的语语来创造即个画本，来挽救即个语语的危机，这是一个上好的即个工具。所以，咱今仔日讲，会当邀请到即4位创作者吼，咱实在是满腹的感心吼，因为因就是会使讲伫咱母语的即个年轻一代的即个大条啦，吼，就是讲咱对郑良伟、郑良讲因迄代一直接续啦，吼，因即代算接落来拢不只成功吼，无拢接会落来嘿。画本呢，伊就是将来文学的底底吼。你自细汉读愈侪画本，你的想象力会加足深的。就是讲，亲像咱今仔日的头第一个演讲者岳文先生，伊细汉伊就是逐不时都搁咧看画本，所以当伊转做即个台语
专任老师的时阵，伊会当简单就会当写出一个迄落互囡仔去比赛的文章稿，吼，会当去参加比赛。伊逐年拢带逐班的囡仔去比赛，拢不只有成绩转来吼，这是这会使讲，就是证明讲画本的功能吼。所以，玉文先生伊本身伊嘛写介济文章吼、散文吼、散文啊有记录报道，啊有其他各种种类的吼。我相信嘛是咱未来的小说家啦吼。咱嘛是期待好，啊，咱今仔即马就将时间交互玉文先生。各位线顶的朋友，大家好，请问有听到我的声音无？有。好，安尼我来分享画面哦。好，大家有看到吼？好，我是即本2017阿 Q 赏的台语绘本。2017的台语绘本，即个阿 Q 赏伊有扣3个无共年龄赞的。我这是上细汉的，是幼稚园甲国小1、2年仔的。吼，即个我即本册叫做《假囝找妈妈》。好。我是几当前才踏入台文界的人，其实我是2016才开始认真学台语的。伫进前就是会晓讲会晓听，毋过对书写甲捌字其实就是无法度做好势安尼。踏入台文界真好，真好运啊！就是伫咧学校内底用转，我是国小老师，伫学校内底我著因为考过 B2 嘛，我著转做专任的台语老师，所以伫学校教课。因为我学校有够大，所以我会用完全拢教台语尔，我是台语的科任老师。所以教课、演习、看册、写文。因为迄阵就讲未来爱教囡仔学字音字形，所以我家己做选手去练字音字形，指导学生。家己嘛有去参加读册会，线顶的读册会嘛有参加。有去参加采录，采录真趣味，就是去现场，采录迄个无共专业的，比如讲，我有去迄个地农遐，就是去采录迄个做地米的人，甲采录迄个炭坑的工人，搁有迄个海女，我感觉真趣味。有去讲囡仔故，互囡仔听，家己课认真，就是一站一站考起安尼。感觉伫咧学台语的这个过程，就是哪算哪学，过甲真欢喜。对台文的初步印象就是，我是就是若像半册美语安尼，感觉我都会晓哪会阁感觉若像无讲会晓安尼？就是迄个时阵做导师嘛，我教起咧，我教中年级迄阵，尾就是我的小朋友去高年级，伊就甲我讲，老师，我要参加迄个朗读比赛，你甲我指导好无？我讲哈，毋过无介会晓呢。所以迄个时阵拄开始，就是台华语共用的，比如讲困难欢喜，迄较简单无问题。有诶词就会感觉拄开始分袂清楚，有诶就真正灰煞煞，袂介会晓。所以就感觉讲问你讲你会晓台语无？毋敢讲家己真正会晓安尼。我学一阵台语了后会想要看台语的文章。毋过拄开始看到完全是罗马字的，我会惊，就会感觉迄读起来足慢，真正就是会惊着着，感觉无法度处理。迄个时阵我的方法是，就是语文竞赛内底有一寡朗读文章。虽然讲迄毋是圣经，毋过因为伊有兼迄个声音档，所以音字做伙练，感觉就是安尼，我会用家字甲音做伙学起来，嘛是袂歹的一个方式。因为想要写嘛，毋过拄开始代志无遐尼简单就是第一篇台本，迄个时阵就是2016我去考认证，考认证的时阵拄好熟悉有一个写台的老师嘛去考，我考 B2伊考 C 的，伊甲我开讲，我讲原来有写台会用上课我就去报名，落尾我有去2个写台上台语，写台的老师就讲你学几个月来写一个写台上课的感想。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张 A4 安尼尔一个感想，我写几礼拜。
因为像迄款诶，是普通会写华语，可能1点钟突突的就撇撇的就出来啊。结果我写规礼拜，因为爱查字嘛。老师虽然讲你写华文的不要紧，毋过我想讲，我既然已经来学台语啊，无我要写做台文的，啊写规礼拜才写好势。啊，开始就是爱练查词典嘛，啊，就感觉足熟悉的。最开始查的是迄个教育部的常用词词典，啊，迄时阵是2016的12月的时阵，我就去查讲，哦哟，迄个常见词啊，豆豆啊，温温啊，慢慢啊，看看啊，聊聊啊，哦，这是共款的意思嘛。啊，因为阮做老师的，普通是出功课互囡仔。比如讲会出5个词，互囡仔写做一篇底文啊。我想讲，哦，安尼嘛用来写呢，啊，我就要用遮个物件摕来写。啊，迄个时阵是初期，我是查教育部的词典较济，渐渐就是会去查台语，啊，慢慢最近这2冬，迄个找台语嘛拢做好势，所以即马看的词典就是会较济，啊，就感觉讲，虽然即马学台语是，就是学台语。像我即马住伫台北嘛，啊，台北就是台语足拍远的一个所在。啊，毋过就是你也是认真要学，其实有真济资源会用用。我感觉这是相对较早的人有一个较好的一个学习的环境安尼。啊，我迄篇啊，就是其实我是着2017的阿 Q 赏，其实我2016有投稿，啊，迄时阵我就是用较大遐的常见词写做一篇，住伫万万啊国的阿青。啊，迄个主角是一个幼稚园的小朋友，查甫囡仔。啊，伊有生活的环境，就是阿母啊、阿爸啊，啊，佮有学校的老师啊、同学。啊，伊甲阿嬷的感情特别好，啊，阿兄阿姐安尼。啊，伊即个小朋友就是慢项拢是慢啊，比如讲早起叫伊精神嘛，动作足慢的啊；叫伊紧去学校啊，动作足慢的啊。到一届要要紧安尼。啊，迄个时阵我投过了后嘛，啊，就是拢无声无息安尼。啊，落尾有一个先辈甲我讲，人因讲你写了袂歹呢。我讲哦，袂歹啊，啊，毋过我无得奖。讲伊讲你写了袂歹安尼。啊，到做落尾的时阵，伊就讲，我就伫个我 email，我就收到一张批讲，你即篇会用改投去台文网报。我讲哦，安尼哦，好啊好啊，反正无对嘛，啊，就改投去台文网报。啊，到过当年。我就去研究讲，Q 赏人伫个顶果到底是要爱啥物，较认真甲看咧。啊，下骹迄2纸空实的字，就是讲，伊要鼓励儿童文学的多元性。啊，故事的内容会用包含文学、文化、天文地理、社会观察、历史、生物医学、人文等等安尼科普的题材。我想讲，哦，科普的题材哦，我可能靠我著写生物，大概啊，佮。有可能小可会用写安尼。啊，我迄阵就是真好运，我去找看有相关的题材无安尼。啊，其实我是真介意听导览，啥物文化导览嘛、生态导览，我拢会有兴趣。啊，迄阵就是伫富阳公园遐有一个生态导览。啊，我看到一种鸟仔是我从来拢捌看过的，伊的迄个羽毛足水的，安尼做显目的光就是伊的蓝色内底有迄款金细细的色安尼，啊，我感觉有够水。啊，伊的华语名叫做黑枕蓝翁。啊，因为看到即只足水的蓝色的鸟仔，我想讲哦，安尼好，无我来写一篇蓝色羽毛的鸟仔的故事好啊。啊，其实我毋是迄款生物方面，就是有个人捌鸟仔捌足济，捌食物捌足济，我其实毋是迄款人，所以我有小可去想办法。啊，Google 实在是真斗相共，所以我要设定讲，我要写一个若是羽毛的鸟仔的故事，我就用，因为 Google 嘛是即马佫无法度用台语啦，啊，就是若是羽毛鸟仔安尼，我就去查，啊，就是有查着几啊种，啊，我就来即个故事，我就来安排一个。啊，所以我的故事的原型就是讲，一只鸟仔啊，伊走无去，啊，有一个好心的动物斗相共，啊，带伊转去厝安尼。其实即款故事的原型是足侪语言内底拢有诶啦。伊甲囡仔迄款就是惊碰见啊，惊对无着阵啊，迄款的心情是有关系嘛。
所以我就去查一寡资料，甲遮个物件甲伊有入去我的故事内底安尼。因为我无想要写迄款做想象力伤过丰富。我的意思是讲，甲现实的差别是伤大的。比如讲，咱看囡仔个的故事，有诶讲啥物北极的熊啊，甲南极的迄个企鹅啊，因会晓做朋友啊，做伙去倒位安尼安那。我感觉迄可能对我来讲，迄伤跳伤济啊，所以我会去查因的生活的区域。莫讲吼，一个住伫个做深山哪来，一个住伫个海边啊，因根本就无可能会拄着。安尼我有小可去查一下安尼。所以伊伫个故事内底其实就是因为我迄篇的故事是上细汉的小朋友，所以伊的故事讲完了后，后壁阁有一寡亚素会用藏，所以伊迄个时阵编辑实在，我感觉伊的设计足好诶。伊就伫后壁阁藏一寡鸟仔的图览甲台文的介绍。即个部分其实毋是我写的，毋过我感觉是真好的安排。其实是有一寡生态人物的部分伫内底。这是我的故事的主角，叫做长尾山羊。伊的身躯甲尾拢是孔色的，伊的骹甲喙是红色的，尾溜有掺黑色甲白色的羽毛。大只的对头甲尾溜差不多60通公分，是长尾山羊。第二只就是我迄个时阵熟悉足水的鸟伊叫做尼泊鸟。尼泊鸟伊其实公的甲母的色水有小可差别啦。公的规身躯是蓝色的，脚只片的迄个羽毛小可噗噗，母的色水较浅。大只对头甲尾溜差不多15公分，这较细只一寡。这是尼泊鸟。再来是花仔花箱。花仔花箱身躯的色水有5种。伊的喙皮甲头壳遐有蓝色的羽毛。伊的身材较古锥，伊会溜肥肥安尼。伊嘛是会啄迄个树身。伊是叫做花仔花箱。再来是钓鱼翁。钓鱼翁嘛是较细只的，身躯短短安尼。因为我有去查着伊公的甲母的迄个喙有小可色水是无共的，即个部分我有放入去我的故事内底，因为我需要一个就是迄个喙是红色的鸟仔，所以我有甲即个差别有放入去我的故事内底。即个是嘛真大只哦，即个叫做红卡仔，伊比鸡仔较大只一撮啦，尾的毛较长，共款是无介高飞的。鸟仔真侪鸟仔拢是公的色水较水啦，母的较红安尼。这是红卡仔。过来就是爱设定讲我要找一只陪伴主角的细只动物啦。我袂用找迄款你看起来真好食款呢。是安尼，我的主角还袂到故事结束，伊就性命乌有去，安尼就免讲啊。所以我爱找一个可能是食菜的啦，尾我就设定讲安尼爱找一只兔仔好啊。伊的个性就是好斗阵、热心、坚持、袂放弃。我有采一张图伫遮。我小念一下。过一阵鸟仔囝醒，婴仔紧甲伊问：你叫啥物名？住倒位？我送你来转哦。我毋知影我住倒位呢。我妈妈拢叫我宝贝啊，宝贝。阮爸爸嘛叫我宝贝。其实我咧写即个所在，我是有唱一寡，因为做老师有一寡感想，就是即马囡仔拢少嘛，就是少子化的影响，所以其实每一个囡仔拢是迄个爸爸妈妈的宝贝。所以阮伫学校教册，其实嘛是拄着，就是爱较细腻的去处理囡仔甲囡仔之间的问题安尼。毋过无讲毋知啦，这就是我家己的感想。我感觉其实基金会就是你讲叫基金会咧做绘本，其实是真用心。我的绘者我到今搁还袂甲伊见面过。毋过我感觉伊画甲足好诶。因为我家己足爱看册，囡仔册我嘛看真济。就感觉讲迄个图也是好其实对规本册是足加分诶。所以比如讲伊甲我咧看诶时阵，就是伊诶迄个目睭看出迄个角度是真有无共诶。像即个
顶悬即张图，就是伊咧讲吼，这是阮兜，啊，伊就用一个若像小剧场的迄个角度，有一个舞台，讲啊，阮爸爸妈妈生做啥物形安尼，啊，有诶角度无共款，像正手边下骹即张，伊就是对下骹看起来顶头诶，啊，伊诶色水啊，拢是就是迄个中巴甜安尼，啊，动物仔个足够水诶，我会感觉讲，哦，我家己一个看拢足介意即本册安尼。啊，即段是我进前写诶。其实我即摆翻头转来看，我会感觉，我若伤忙伤细。我迄阵写诶是即2、3冬，感觉台语文有新诶发展，互人有新诶忙。啊，有机会看着就是安尼诶变化，感觉足欢喜。啊，忙就是我诶册拄仔顶足侪台语册安尼。啊，毋过即摆看转来，就感觉讲，哎呀，我安尼家己诶梦想足细啦。啊，因为我目前还无定论，所以我先无改。毋过我感觉就是，若是敢若册尔，太少咧。啊，对我来讲，我家己对我家己诶梦就是，就是继续写，有通写继续写，有想着就去写安尼，莫讲甲笔藏落来，我感觉是较可惜一寡。所以我会希望家己就是有通写就继续写安尼。好，我会分享到遮，多谢大家。好，多谢玉文先生啊，伊即本册真正足精彩吼，我看了嘛足趣味诶吼。啊，咱即马来要有3分钟要互逐个 Q&A 吼，啊，咱即马即马已经有一个阿美咧举手啊呢，咱先互陈雷先生来讲好无？来，咱陈雷先生，请你开麦克来啊。好，多谢玉文，我会记得玉文，你敢是伫读册会有参加着？是老师，我有参加你诶读册会。哦，呀，多谢呀。啊，我毋知影讲你遮尔会晓编故事，啊，我想即个绘本吼，咱即摆因为咱台语界诶环境吼，甲2、3代以前已经差真济啦吼，佫退步真济，因为吼，迄囡仔毋若袂晓读啊，佫袂晓听啦，袂晓讲啦吼。所以吼，即摆咱要拼台文吼，要紧诶爱注重即个听啊甲看吼，就是戏剧。啊，今仔日看到这绘本吼，我想即个绘本甲戏剧也安尼迄款诶吼，共款有迄个作用啦吼。因为伊除了真单调看文字以外吼，伊有即个听觉，啊，佫有即个视觉，啊，甲动作吼，所以甲即个戏剧共款作用啦吼。啊，我感觉咱即摆咧拍拼诶吼，戏剧吼、电视啦啥物迄足要紧啦吼，要互人会晓听，会晓讲吼。啊，即个绘本拄好甲戏剧足配合诶，足配合诶。哦，啊，即摆台湾画图拢画甲足水呢，甲阮迄阵咧看漫画完全无共。多谢玉文，多谢。多谢啊，老师。咱请第2位吼，阿美，你有开麦克无？较实个，我拄仔用着。拄仔，伊就无小心去创着举手吼，啊，较实个，嘿。哦，安尼俗。来，嘿，佫有啥物人？我是有即本书啦吼，啊，我是感觉讲，咱遮台湾即摆遮个少年人吼，我是足感动诶。即款绘本吼，对囡仔实在是足好诶。啊，有一点就是因为阮伫美国嘛吼，啊，我是希望讲，若是咱做迄落绘本吼，嘛有英文诶翻译吼，可能对遮个美国囡仔较有帮助。多谢。好，来。安尼咱即马要继续第2个讲者，就是乌爸老师。乌爸老师呢，伊为幼稚园啊到小学，伊拢足资深诶即个专任诶老师吼。啊，伊足早就考着成大诶迄个师徒吼，啊，佫有教育部诶师院吼，实在是真钦佩服伊。伊即马嘛是即个高雄师范大学进修学院诶即个兼任老师吼。
伊进前有来咱遮分享过带囡仔顾带学台语的动画吼，即种的动画吼，其实嘛是一我一开始咧讲即个壁画迄个吼，已经进化到即马3D 的即个迄落，拢是艺术，其实拢是共款，拢是伫咧即个画本的内底，只是讲为迄个平面的发展到3D 安尼，啊，所以伊即方面嘛是拢足丰富的吼，非常非常的多元啊，咱即马将时间交互乌爸嘿，先生嘿，哇，乌爸走去倒去？乌爸老师，你走去倒去？哦，好，我袂记你开我的麦，真歹势。来，大家平安出头天，我先分享我的画面，稍等我一下吼。好来，即马敢有看到我的画面？有看到啊哈？嘿，好来，稍等一下。好，其实我即本绘本吼，最主要内底藏的拢是幼米菜。这是我的名，我叫区撇华乌肉。来，这是我的绘本。大家会看到我的绘本，其实迄个图甲其他人较无共款，因为我无请专门的画家画，我即本是请即个文化部的补助。老实讲，文化部补助少的，根本无可能吼，会当去应付讲请人来画图。所以大家看到遮，乌肉是我本人图、情书、佮胸琴。即两个，即个是我的大汉查某囝，即个是我的后生。迄个时阵，阮查某囝当读国中，后生是国小要读中年级的时阵。迄个时阵，我感觉真趣味啦。我就甲因讲，阿母要出绘本毋过钱无够，阿母阁袂晓画图，敢会当拜托恁两个甲我斗画。伊两个就讲好啊。所以我就开始，你看这真正拢是。就是囡仔画啦，我嘛无特别安怎去设计。好，来是安怎迄个时阵会想要家己去设计画本，其实是因为阮已经伫咧图书馆，之前有讲过阮伫图书馆已经讲过讲一段话，然后差不多用的绘本拢是华语的，也是英语的。毋过我阁无想要互囡仔讲一直看到华语的名，因为囡仔有一个现象，因为大家拢捌华语，所以看到伊就会想要去念。所以阮变做讲，爱甲所有的绘本拢先扫描起来，甲遐个字砍掉，改做阮全部改做罗马字。其实开真济时间啦，就感觉讲，而且迄个故事内容也无一定遐尼适合咱台湾囡仔。所以想讲，安尼我是毋是应该爱家己创作一个绘本？所以就想讲好，安尼为了讲囡仔顾方便。所以应该来创绘本，过来咧，其实要互较侪人知影台语有字。虽然咱台湾教即个伫咧学校内底教台语差不多20年对无？毋过大部分的人也是认为讲台语无字。咱若是有一个绘本通互人看，人想无讲原来台语字生做即款所以互人知影。因为嘛是正版的台湾语，所以我内底最主要是。罗马字加汉语，罗马字咱就是用白话字的版本。好，过来就是讲，拄则嘛有讲到，因为即摆莫讲囡仔，大人嘛是共款，伊可能看毋捌字，然后讲无啥会晓讲，听也无啥会晓听，要安怎？所以想讲好，我若设计绘本的时阵我要互人知影讲这话到底是啥物，我到底写啥物字。所以迄个时阵就想讲好，安尼我爱校即个 QR code， 所以我每一页内底有校 QR code。QR code 我嘛无钱通请人录音，所以我甲阮祖囝两个来录音。好，迄个时阵想安尼我到底绘本我应该对象是啥物款的人就想讲其实囡仔真重要啦。最上好是针对迄个幼囡仔是安怎？因为幼囡仔来听故事，一定是父母带来，要来影响即个父母。所以迄个时阵我设计就是讲好，上济就是国小低年级，最主要拢是学龄前的，安尼会当影响囡仔，嘛会当影响父母。到底啥物款的内容较适合
想来想去，规日逐工拢爱食物件，所以咱想讲好，逐工拢爱食物件，到底是要啥物款物件？是要点心，还是要果子，还是要食凉诶？想足济讲好，无来创果子好啊。所以后来其实阮诶台湾味诶料理救援队嘛是以食诶为主嘛，因为食真正占咱生活内底真重要一个部分。最主要。这个有囡仔开，囡仔开是啥物？好，咱来看卖啊，到底我的囡仔开是啥物？所以我的主题其实要互一捌果子啦。有啥物？互囡仔知影讲果子的外形，有啥物款的色水，啥物款的滋味，甚至连产地，当然产地我讲的拢是台湾的果子啊。做素食，因为即摆囡仔差不多，毋管你甲讲啥，伊拢一个，逐项物件伊都一个。鸭啊一个鸭啊，球啊一个球，甚至金蕉伊嘛会讲一个金蕉，所以我伫咧内底就会放一寡无共款的果子啊，伊需要用的走素薯。过来就是果子长生啥物款，即摆囡仔食到的果子啊，可能拢是回下好的、掰好的，拢切好的，所以可能连原形伊也无一定知，搁较毋免讲果子啊长。所以我迄当来想讲，安尼我的绘本内底要放遮尔济物件，毋过我来一项一项果子啊，小解其实足无趣味性的，迄嘛无人爱看，可能很两个吼，莫讲囡仔大人很两呀，伊就走去啊。所以迄个时阵啊，我就想讲，要安怎互囡仔感觉较有趣味性，所以设计就是用幼味菜的方式。我的主角是一只牛，伊是爱食果子啊的牛，然后。过来是一只狗，因为伊要去果子园食人的果子，这只狗呢，伊是在顾即个果子园的狗，伊就讲好啊，安尼你要来食我的果子啊，你爱甲我耍幼味菜啊，就一直出足济比如讲啥物款的果子啊，有啥物款外形、色水、滋味，伫倒位出产的，互即个牛来要，要着一项，伊就当食。所以大家会当看到我遮上后壁遮字其实有较细，这是我绘本内底我规个甲扫描落来我有一寡分块的活动设计，最主要是安怎？望讲就是互一寡广告的老师，伊要广告的时阵，伊会当去参考。尤其是你当开始要广告的人伊想讲我到底要哪讲，囡仔才会当吸引到伊。所以我有设计几个，比如讲会当。饲牛来食果子，会当互囡仔来入牛奶，互伊做果子来买卖。其实遮的我逐项就是伫咧广告的时候，我拢有做过，我感觉效果拢袂歹啦最主要其实我做即本另外一个用意，就是讲望咱的父母会当看讲，其实囡仔拢有家己的特色，有家己的材料，你毋免要求囡仔甲别人共款，就像即只牛共款。我大概拢会问囡仔讲，牛是食啥物？囡仔就甲我讲，牛一定是食草的啦。我问囡仔讲，敢一定是食草？囡仔就小可怀疑啊，后来我就甲因讲，这只牛介特别咯，人伊是食果子啊的哦。囡仔就感觉足好耍，牛是食果子啊，就吸引着伊，是要哪食果子啊？就伊来故事内底。后来我分享几张我感觉这就是。你一看就知影讲，这毋是大人话，这绝对是囡仔话。迄个时阵伫咧设计的时阵我会甲囡仔讨论讲，我写的内容是啥物？当然我连内容我拢会甲因讨论，比如我写好了后，我就会念互我的囡仔听。因为因自细汉拢有咧听有咧讲，所以因拢听有。有当下我比如讲我写好念互因听，就甲我讲母，我感觉安尼无好，安尼人听无。我讲无要安怎才听较有？所以阮三个人会去讨论这个文字，阮要放啥？过来就是去讨论讲，这个图要放啥？这张是阮查某囝画的，伊就讲迄牛啊，定定拢行就会放屎所以我想要第一张，我就来画这个牛足自助的形。你看，伊足自助的哦，迄主人伫甲伊叫哦，伊个一直走，一直弄歹插伊哦，然后佮甲伊放一步屎，佮吐喙齿，就是完全是迄种囡仔的想法。这就是我家己认为讲，这就是真囡仔开啦囡仔才会去想安尼。然后天顶的遮个云啊，我就会利用迄果子的形面顶，大家可能就小可看会出来有金蕉，有其他，还有迄个牛的头，
互囡仔感觉足好耍诶。啊，遮逐个会当看着，遮有 QR code，就是每一页你拢甲伊扫落了，伊会甲遮诶文字念互你听。我定定拢甲迄讲听故事诶爸母讲吼，伊拢袂感觉你做啰嗦诶，你只要你看这字哇，你袂记你要哪念的时阵，你就甲伊扫一摆，伊就念互你听伊袂感觉你啰嗦哦。你想要听10摆、100摆，拢无问题。啊，听久自然，你可能这个字你就记起来啊。这是第一页。好来，咱看第二页。啊，第二页这只牛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走到一个果子园。当然，咱知影真正的果子园无可能是安尼嘛，伊可能一区拢种共一款的。啊，毋过若安尼安尼就感觉讲无趣味性啊，所以迄个时阵，阮就伫咧讨论讲，我这是一个综合的果子园，有足侪无共款的果子啊，啊，阮囝就讲安尼，伊要画啥要画啥，啊，这个阮囝家己去设计讲，伊想要画旺来，想要画苹果，囡仔画苹果就是即款型的，有西瓜，啊，这甲我甲伊动落来讲，安怎你要食我的果子啊？你爱甲我耍柚味菜啊？所以伊就甲伊动落来，共款你看。囡仔拢足奇怪哦，因拢足爱吐喙舌的哦，因感觉安尼足好耍的。所以我每一页就是拢有狗甲牛，啊像即页狗仔才有一个狗仔的头对，伊就讲真足听，有一项果子生做两头翘翘，色就是我题目其实拢袂介困难，然后图内底就迄种果子啊形会出现，因为感觉讲你互幼囡仔看，你若出家。伤困难，伊会感觉伊摇袂着，因为这是等于是要互囡仔摇。你伤困难，囡仔摇袂着，伊可能摇两个伊就走去啊。所以其实我拢做的拢足简单的。牛就开始讲这简单嘛，是食了心情会快活的金蕉。好，你看遮嘛有金蕉出现有无？这个狗的头会出现。即摆若摇着对无？摇着了后，伊就甲伊学了哦。头前伊拢甲学了讲，真高，真厉害，一杯金蕉，请你食。所以数量词伫咧即个所在会出现。伫遮咧，可能伊就有滋味，也是外形，也是食起来感觉。牛就讲，哇，香香软软的金蕉，我上爱食。伫遮，这个树仔拢是我画啦。这画就较无像囡仔画，因为囡仔其实对即个树仔丛的较毋知影是生做啥物款，所以其他遮的图拢是囡仔画。逐面的果子拢是我画，所以我规个故事的结构就是安尼。伊出一个题目互伊，伊摇完伊就请伊食；出一个题目互伊摇完就请伊食。所以伫咧广告的时阵呢，就是会当互囡仔去摇，去甲伊斗摇，摇着了后。囡仔就会当来摕果子来饲牛食，所以囡仔拢真喜意。像即张就是我广告，毋过即个时阵，我的故事拢还伫头壳内底，我还袂做绘本。我想讲，我先来讲看卖看囡仔有介意听无？囡仔若介意听，再甲伊变做绘本。这是伫咧某一个图书馆才有一只牛。逐个要来排队创啥？逐个要来录牛铃啦。因为当入牛铃，大家拢有够欢喜，所以你看，连这尔大汉的，伊就来排队。这是绘本已经出啦。出绘本的时候，我去做新册发表，去某一个册店，我会做这种故事帮。这只就是牛，放一个牛头，这个牛的身躯。囡仔伊若摇着了后，伊就来摕果子饲伊食，伊食了，甲伊放喺腹肚食。这是甲我伫画果子棍，好。我的故事我的绘本小解解遮，所来我要讲另外有12本，这是台东大学张学谦教授甲苏洪兰教授因的一个计划。因迄年做的计划就是找一寡母语家庭，然后做访谈，最后甲遮个访谈的记录，成做绘本，拢总做12本。最主要其实拢是伫咧讲，其实咱台湾的第一环境一直拢无好。遮个家长，遮个妈妈因着想足侪方法来教家己的囡仔，互囡仔听有，嘛会晓讲来创造，家己去创造即个台语环境。我拄则已经有甲即个连结已经打伫咧老的迄个所在，大家有趣味，当去看内底拢总有12本，拢是电子册，内底嘛有录音，大家会当去看讲，咱遮个台语妈妈是安怎来创造遮个环境。
好，来。过来，当然我是望咱台语的绘本会当愈来愈侪啦，大家做伙来拍拼。啊，我的报告就到这，多谢大家。好，多谢欧巴先生吼，伊实在是足用心的，啊，搁会当甲伊的囝儿亲自来即个做伙来创作即个画本吼，毋若省钱吼，啊，搁会当大家的即个交流吼，真啊达到即个画本创作的即个迄个作用。好，咱即马有哪开放两个问题请大家踊跃来发言。若检采时间无够，咱留在后壁。即马毋知有啥物人吴明峰举手。来，请。感谢，好，感谢。迄个，我想要问迄个老师一个问题，是讲，我有发现着你即本画本吼，有迄个有声字的迄个，就是会用扫迄个 QR code，等于你听着伊迄个画本内面内容在讲啥，吼，这诚趣味。总是我感觉，这若是要录音吼，这或者着爱去录音室，有可能爱着爱去借，你恐惊着爱开偌少钱。就是我感觉讲，就是若要做迄个画本的时啦，就是若如讲要做有声书，这反正就是，这咱袂做是一条无讲偌少一寡开销花所费，我是安尼想。我就好想讲，这若是录音，就要开偌济，差不多。请欧巴老师来甲咱回答。我拄则有讲吼，录音的部分是我甲阮查某囝录的，其实我就是秘伫咧房间内底，阮家己厝里，甲门关起来，秘伫咧房间内底录安尼尔。我无去录音室，拄则讲因为其实若去录音室，其实补助因为足少，所以我连去问录音室，我嘛毋敢问。是。安尼好，多谢。若知影录音室爱录一遍偌济钱的人，咱会等下有甲咱讲免烦恼啦，要录音，请甲我联络。对，咱的读册有一个单落吼，若是有要录音，会当甲伊联络吼，咱的读册会。讲有应噶。等下你要来甲阮回应一个无？有关即个录音的问题。单位嘛有举手咯，吴医师。迄个因为即马单落可能无伫外口，毋过有迄个，安尼请单位先生来甲咱迄个回应。好，那单落无讲，我来讲一下吼。即个我会记得咱细汉咧读册吼，囡仔啦，细汉囡仔咧读册时阵吼，拢讲遮上讲。我是台湾人，你是台湾人，咱拢是台湾人，迄拢是纯粹咧读册即款的啦，吼。即个碧华甲因囡仔吼，情书甲欢动吼，我袂记以前我先爱甲你多谢吼，碧华甲情书甲我录过我相信捌录过我的文章吼，伫面报吼，先甲你多谢者。迄阵细汉，迄个情书也足细汉我拄则讲即个囡仔册吼，毋通像咧画口号安尼，互伊感觉像咧读册安尼啦吼。这足明显的啦吼。咱即摆这画本吼，拢足成功啦。我相信这是会足成功啦吼，因为伊。有一点就是讲，互囡仔感觉讲是伊的生活的一部分，吼。咱的目的就是要互囡仔学台语吼，变做伊生活的一部分啦，毋是讲变做伊伫学校咧读册迄款的期末值啦，吼。这是一点吼。我来拄则补充一点，就是迄个语文第一个讲这语文吼，拄则有提到三四款即个咱台湾。本土的即个鸟的名吼，我足欢喜，伊有介绍咱遮个鸟的台湾名，吼。因为你看遮个鸟的台湾名吼，
你才真正会感觉讲，嘿，即个鸟甲我足亲切，因为伊个中国名吼，像讲啥物乌枕那翁，吼，这根本都无图嘛，这鸟是一个名尔，根本都无图。啊，你长尾山羊，哦，啊，你看实在是足水个名，足水个名，吼。啊，即个长尾山羊吼，我感觉是台湾上水个鸟，佮上水个名个鸟，吼。所以足感谢即个玉文吼，伊有介绍即个，咱不管咱台湾的花草啥货吼，即个台湾名一定爱藏。多谢吼，甲大家占时间。哦，咱阁有一位啥物名拄啊走无去，敢会当？一个叫做伊万牙对对对，伊万来，请开麦来来。哦，啊，敢有听着我？有，好，请讲。好，您好，今仔日的这个课实在互我不太讲，可能无介认真。我有一个两岁查某囝，我住伫美国的波士顿啊。吼，啊，阮查某囝第一届看的台语的节目，就是呆呆 Friends， 啊，甲欧巴老师的一寡迄个解说啊。啊，我感觉我查某囝学上济时阵是迄个欧巴老师咧解说迄个时阵，因为迄个卡通有一寡伤对两岁囡仔伤深啊。啊，我咧想讲，伫个咱台语的教育内面，敢有较浅的，比如讲，就是细汉囡仔甲两岁之间啊，有啥物较简单，就是像讲你去便所啊，啊去一寡足简单生活用词，就是毋免讲较深的，较是讲呆呆 Friends 是讲较复杂的故事啦，对两岁囡仔，但是伊有学着狗仔阿公啊，然后按公教校长啊，遐伊拢足介意的，但是较深的故事的部分，伊就无法度了解。啊，我感觉台语的教育若要自上细汉的囡仔开始，就爱对足简单的生活的。迄落，比如讲食饭啦，穿衫啊，换尿池啊，或还是讲行路啊，爸爸妈妈迄种较简单的迄种故事开始啊，一直甲伊一直重复，就是讲一直讲共款的物件，像讲搁有就差不多安尼。搁有另外一个，我有想要问讲，像佩佩猪这讲就国际化的就受欢迎的迄个卡通啊。敢有可能咱会来做台语配音？就是讲，咱台语教育敢有想着，像讲甲外国即种卡通来合作，然后甲即种囡仔嘛介意的物件，伊会使变做伊国语中文，啊，甲台语伊拢有法度去看着迄个版本，啊，伊会学较紧，敢有即个可能？除了台语的教育，敢有去想着即个部分？我感觉嘛无一定，就是爱咱台湾的文化，嘛会使甲外国的迄种接通安尼感觉，啊，这就是我的问题，想要问讲各位老师的意见安尼，多谢。好，迄个我想要甲回应好无？就是我会用个甲伊应讲迄个外国迄个动画问题，敢会用？即摆是吴明峰先生，先生咧讲吼。对，我想要小可甲应。就是若是日本吼，伊有迄个代理权的问题，因为你若是要找迄个漫画，我会记得就是你看着讲，亲像迄个樱桃小丸啊，啊，搁有迄个啥物，迄个咱的阮就是迄个花妈花爸迄个啦，迄个我们这一家啦，就是抓即种的迄个。漫画吼，伊是算是迄个通台湾拢做出名，但有过伊即个代理权算也诚好摕着安尼啦。啊，若亲像日本吼，有诚侪漫画，伊若是要摕着伊的代理权，迄厂家都爱开袂少钱，你上无百万千万，这反正若是着爱找一个较迄个，比如讲啥物出版社，还是啥物较专业的代理商，迄才有法度去甲代理，然后搁做配音。这外国的我毋知啦，
要毋过我会记你像公司代志，但我会记哦，这我印象足深诶。我会记你是旧年诶迄个过年时啦，吼，伊有放一个迄个中国诶放假，我想讲啊，中国诶放假是安怎要摕中国诶放假落去配台湾话音，吼。尾我想诶，就反正就是想讲，反正就是因为公司因反正无钱，吼，就是等于去代理即款迄个较俗诶种诶迄个网来配音安尼啦。若无照讲吼，迄个你无看参像迄个是安怎做侪台，因拢有做侪钱，因有做侪迄个资金资本哦，落去代理做迄个网啦。啊，抑毋过公司就是伊本身诶伊资源有限，佮加上阮国家伊本身嘛无咧重视即款诶迄个即款诶即个方面啦吼，就是上俗诶，就是摕台湾诶网价，啊，若无就是甚至是中国诶，你甚至较要看到听到人讲要代理美国、英国诶，还是日本诶，迄就是因为迄代理是，就是安尼。咱即马迄个老师回答进前，我先迄个即马即个起码伊有咧讲，伫即个 message 只有讲着，即个台中教有一个区准员教授伊有翻译4种吼，咱会当看即个 chat 吼。啊，义顺伊遮嘛有传一个链接吼，逐个会当点入去看卖仔咧吼。好，啊，请乌白老师要针对即2位来甲回应无？拄则有一位，歹势，我袂记你什么名吼。多谢你讲你甲恁祖囝2岁有看迄个台湾味的料理救援队，佮有看台语教室，学得真济吼。啊，其实伊有一个较简单的，或者台囡仔歌，嘿，啊，迄个是绘本，有配音。我会建议讲，若较细汉的，其实看迄个可能有较适合。啊，伊拄则讲的迄个翻译的问题。教育部拄则6月遐有人讲，是听教授做的嘛吼，伊迄其实是教育部的计划，啊有4处，有樱桃园啊，有乌麻，佮有2处我袂记哩名，啊，迄其实逐间校拢有伫放送，啊，当然迄因为经费需要足济，所以迄是教育部做的，嘿，我回答到遮，多谢。好，啊，咱即马线来去吼，因为迄个若是抑佫有问题吼，咱较念伊吼，逐个做伙讨论。咱即马线来去吼，要介绍一位吼，真趣味的即个迄个讲者，伊叫做迄个报道来的潘雅卡啦。我咧甲伊记接的时阵，即个潘雅卡吼，我是甲伊翻做，我想讲。魏敏先生伊写毋对去啊，伊应该应该是爱第2条吼，伊写为第7条去，我想讲伊可能是歹囡仔的款啦。伊甲我讲，即个潘雅卡就是英语的即个 backpacker 安尼啦吼，啊吼，即个潘雅卡吼，台语无即个词啦，即个是伊家己创造出来的翻译啦吼，啊伊即个卡吼，就是甲即个日本迄个发音嘛，backpacker 吼，迄个卡吼，遐翻译来的啦吼，啊我感觉足有创意的啦，伊就是讲。即个吼叫做有卡吼，有卡招卡无卡吼，迄个靠家己的卡啦，靠家己的卡啦。我感觉吼，伊安尼会甲我解说，我感觉足趣味的吼，啊嘛有足有创意的吼，所以足趣味。啊，伊本身嘛是足爱看漫画，所以咱会当观察到讲，遮个创作家吼，因甲即个细汉吼。看即个漫画也好，因为漫画嘛是绘本的一种嘛，嘿，也是像拄仔乌肉因做即种的即个3D 的动画，这拢是迄个绘本的一种吼，只是讲到即个年代已经是科技发达多元化安尼吼，迄个绘本非常有。现代女性主义的即个主张吼，伊真有个性，我真欣赏。好，咱即马将时间交互伊吼，好来。
我先分享一下我的 PowerPoint。多谢贵兰姐啊，小解。稍等一下哦。毋知敢看会到我的画面？会哦，嘿，敢你要用转音幕，哦，等一下哦，等一下，安尼我敢若是小等一下，我袂记哩。即个吼，歹势吼，搁试一摆，即个专业无，安尼敢会使？来 OK。好吼，好。各位线顶的先进友志，大家平安出头天。可能有的所在是较早，总是台湾即马即边的时间已经11点啊，所以可能有人准备要困啊。真欢喜有即个机会伫咧空中甲大家相见。今仔日先感谢贵兰姐啊，先就是算讲邀请阮来做分享。吼，我要分享的部分，稍等下哦。来。我主题或者讲一个有味的故事，这是啥物款的气味？咱较等下听落，可能咱最后希望会使引起大家一寡无共款的想象甲想法啦吼。好，头起先甲大家绍介即本册，或者食头菜头粿。吼，你知问号佮兼迄个即个惊号爱做伙出现吼，因为就是虽然是有问题性，毋过其实我想即个结局其实是开放互大家去想象的。即个食其实是一个阮中部遮的腔口，吼，阮台中彰化遮，宝岛是彰化的一个乡镇吼。食是阮遮的腔口，逐所在讲的无共款，有人讲上，有人讲送，有人讲想，有人讲甜，吼，阮遮讲食。总是这是一个书写的大优势，就是讲我会使表现我家己个人的腔口，吼，这是一个真要紧的重点。即本绘本会使出版，其实最主要嘛是爱感谢即个李光桥台语文教基金会，佮有画图即位，我虽然毋捌甲伊制作过，但是真感谢伊，甲伊画甲遮尔水、遮尔古锥吼，就是即位高小姐，希望有机会会使甲伊见面。咱即马先听看卖咧，嘿，因为我家己有录音嘛哈，无听着声音，莫随便讲。 Ultimately, Monday has been a real game changer for our business. These are real people who use Monday.com as a 送的菜头，食菜头粿。安尼敢听会着声音？有 OK，有吼，好，安尼简单听一段就好啦哈。好来，目睭呢两个，讲伊毋知。阿秋拄着猪仔，猪仔，你喙烂酷酷顶，真使食的款，是毋是你偷食我的菜头粿？歹势，我拄则困精神，腹肚真枵，你要请我食菜头粿？菜头粿伫倒？我的菜头粿无够大块，毋过要煮淡薄仔犹阁会使的，分你食一喙。请问你敢有看到人偷食我的菜头粿？猪仔食菜头粿，食甲笑嗨嗨，身躯偏伫壁边噜噜咧，咕咕叫，讲伊毋知。阿秋，好来，先到遮啦吼。厝内有机会，其实大家会使上网家己去找吼。我迄个多谢即个李光桥文教基金会，因有帮我，因有算讲囥起哩网络。毋过鼓励大家推荐大家嘛是去买即本册，因为图画了真正真古锥，希望会使有即个声音即个图片帮助大家去了解即个故事到底是咧讲啥物。总是我无特别了解我家己但是我想要甲大家分享的是我的台文书写的启蒙。我算是足细汉就有台语的意识，咱若青梅毋惊青，我只要国校的时阵，就话讲我要创造一套台语的文字，因为迄当阵我感觉台语拢无法度写落来，真痛苦。
迄当阵就是因为咱无受过教育嘛，咱就是一个青梅牛，所以完全无法度去知影即个世界发生啥物代志。差不多我读大学的时阵，即个时阵我爱感谢我的台文书写的启明老师或者蒋伟文。一开始我修即门台语课，咱就想讲希望会使对即个台语有搁较深的认捌。上课第一节课咧，伊就互我啦，我毋知影迄当阵偌济人有受到伊的刺激，但是对我来讲是一个真深的记忆。伊互阮规系列的问题，伫遮我甲大家分享者。一开始阮坐入来上课吼，老师就问讲，自认家己是青梅牛的举手，无人举手，无人举手嘛吼。好，家己认为毋是认为家己毋是青梅牛的，举手。当然规班拢举手啊，哪有可能？我已经受20档的教育，我毋是青梅牛。所以来伊就继续问吼，好来，无要紧来，认为家己的母语毋是华语的举手。伊有补充说明啊，就是讲，因为台湾有足侪无共款的语言啊，你的认知，不管你是台语、客家，还是各族群的语言，拢无要紧，毋是华语的就举手，因为有的人可能为中国来，有可能是中国的留学生。好，你就看班上差不多3/4，咱有迄个即个3/4的同学有举手，讲好来，咱继续问吼，知影家己母语名安怎读的，手搁举咧？有人手囥落来啊，就是讲伊虽然自认家己，比如咱用台语来做举例，自认家己的母语是台语，但是伊毋知影家己的名安怎读。我就骄傲的，我会晓讲吼。其实我安怎讲，这有另外的故事，总是我即马无搁特别去小解。咱就差不多搁一半的人手就囥落来啊。好来，伊继续问哦。来，咱即马请即个手搁举咧同学吼。恁用任何一款方式，甲你的名写落来。即个时阵我就开始思考吼。我知影我的台语名做柯培敏，我要安怎写？我若是写汉字，无人会安尼读啊。咱就想讲毋知要安怎写我可能迄个英语的 KK 音标读了袂歹，所以我就想要用音标来写。刷落来，伊就讲咱邀请同学吼，咱上台来写一下家己的名。你就大家就开始去写吼，你就看形式百款吼。有诶就是你就知影讲大家拢黑白斗家己的名。要安怎知影是黑白斗？因为老师刷落来，佮请安尼，咱请台卡另外一个同学，你来读看觅，即位同学叫啥物名？正经诶，无人读会出来啦无人读会出来。好咱请大家请坐，最后伊问即句。请问，连家己的名拢袂晓写的人，是毋是青梅牛？即句话对我来讲影响真深所以其实迄当阵伊总是伫迄门课，我就开始了解讲，其实台语的书写伫台湾已经150档，毋是无，是咱一直拢无去接触着。这可能就是这甲过去的发展有一寡关系啦这大家拢真清楚。毋过即个故事先甲大家做分享，我感觉即个启明对我来讲是真要紧的。当然今仔日咱是要小解即本绘本啊，所以我爱开始甲大家讲即个故事是安怎来的。一开始就爱讲到即个阿 Q 秀阿 Q 秀要杂志啊，迄年是2016年其实即个李港区文教基金会因为2015年开始举办即个台语绘本的征文比赛，因有一个足大的想法，就是讲因为即马开始有一寡母语家庭，市面上足欠囡仔顾，所以因开始做即个文学奖的评选。因演过，恁若知影，因演过其实是以小说啦、散文啦、甲诗遮个部分。2015年开始做即个绘本故事的文学奖。咱2016年。伊要杂志还剩3工，半暝一通电话，啥物人敲来？恁可能嘛拢熟悉，伊号做陈金花金花老师敲电话来迄当阵12点敲电话来甲我讲1点钟，伊讲培敏，迄个杂志啊，你要写看觅无？我甲讲，咱也无迄个才调，是要甲人补啥物物件？伊讲无要紧啊，你著去斗啊，哪知影是毋是你有斗有机会？
我讲即件代志，毋是要甲大家讲，咱3工生会出一个故事，毋是安尼啦吼。我想要甲大家分享，有当中这就是一种缘分。你若有踏出迄一步，有可能就是你，嘿对。结果恁就知影，因为就得奖啊，因为得奖才有可能出一本册。而且无搁讲得奖的过程，我来甲大家小解即个故事到底是安怎来。咱先为厝在讲起吼。因为迄当阵我伫咧南仔坑国小咧教台语，我主要教的是迄个3年仔甲5年仔，所以设定年龄层，因为即个文学奖伊的比赛伊有分年龄，你会使选幼稚的，你嘛会使选中高年级的。我就会去想想讲，若我要甲我的学生讲一个台语故事，我想要甲因讲什么款的故事，所以我就一个手，我就选安尼，我要投中高年级。好咱中高年级好，咱决定年龄层总是即个你决定的年龄层会去影响到你故事内底的角色对话的一个到底要安怎去呈现啦吼。好但是好你有即个想象，毋过你故事到底安怎来？我其实细汉就介意自东自西吼，差不多3、4年级的时阵，我有家己编一个那剧本的物件迄个故事还佫会记哩名叫做食头食鸡卵糕，当然是用中国话写的，迄当阵也无即个台语的意台文书写的意识。食头食鸡卵糕，讲会使摕来用啊。所以咱细汉编一个故事，咱即时阵甲捡起来用。毋过你会感觉鸡卵糕全世界拢有，那亲像无啥物特色，你就会想要甲改变。所以刷落来要甲大家小解即个生活的观察。因为虽然有题材，毋过你内底的角色，你既然要写一个互囡仔看的故事，你需要有遮个角色。生活的观察，因为我故事内底有足侪动物的，就写我上惯势的，阮兜有饲狗，你逐工看伊伫遐吐大气，你逐工看伊伫遐目头角角，你逐工看伊伫遐迄尾水缩甲要断去。伊一寡动作，咱要安怎用台语甲描述互水开，要安怎？互人读到故事会使想象迄个画面，这是我想要做的。阮兜进前饲猪，我对猪有印象，有一寡动作咱会使做描述。佫比如讲，亲像我故事内底有一只虎神，迄个我讲虎神虎神咧，恁若详细去看，虎神伊的前脚一直伫遐突咧。即个部分我著爱先讲着。毋知去倒位去读到一个迄个日本的海句啦吼，一个叫做迄个口巴亚西伊萨，伊写一句话讲迄个虎神停伫遐，你毋通甲拍，你莫甲拍哦，因为虎神咧脱伊的骹，咧脱伊的手。即个动作，即句话其实我感觉是真有画面性的，我著甲杀来用。但是我即个脱手的过程，较等下我可能甲大家佫简单讲一下，毋过。最主要的，即个到底要什么款的气味？咱大家来讲一个叫做有味的菜头粿。阮阿爸足敖炊粿，伊逐冬拢会炊粿，分遮的兄弟姊妹，分阮妈妈即边的兄弟姊妹，大家拢学落甲会读字。咱就想讲，咱迄个鸡卵糕全世界拢有，菜头粿，台湾味咱就用菜头粿来做题材。是讲摕菜头粿来做题材，咱就无啥会晓，所以迄当阵写故事的阵，佫特别敲电话转来问阿爸讲，所以你菜头粿安怎炊？迄著简单啦，安怎你著在来米汤菜头串签，伊拢讲足简单，但是其实讲正经的炊粿无简单总是伊甲咱讲遮，咱著有佫愈有一个较对即个炊粿的过程，较有一个迄个较深的认知，所以咱著甲写入去。我今要甲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是讲有一年迄个我转来真欢喜看到菜头粿两个来食，阮阿兄就讲，你有感觉加一个味无？我就菜头粿味啊无，你哪会想安尼问？伊讲你搁食看觅，你搁食看觅，我就搁食看觅。那感觉讲袂出嘴的滋味，你知无？阮阿兄就搁继续问你有感觉一种熟悉的气味无？伊安尼问总是一定有原因。我就问讲所以到底你到底想要讲啥？
伊讲阮阿爸迄年吹过的时阵，因为有当阵伊会淋寡胡椒哦，迄年淋的物件毋是胡椒，因为胡椒包做一包，拢放伫罐仔底，迄罐仔就会黑白扣罐仔内底。迄年放伫迄个罐仔，我会记叫做定形态救气伞，嘿。所以迄年的菜头粿无毋对，有人笑啊，对，你摇着啊。规罐的定形态救气伞就甲栽落，所以迄年淋的毋是胡椒，是定形态救气伞。你讲食了敢有较过气无？我毋知啊吼。总是即个菜头粿，其实故事讲袂了，咱甲摕来做题材，甲大家做分享。下底加几张图，互大家参考一下。其实咱咧做绘本，除了故事，我感觉上要紧的其实是图，因为其实囡仔吼，伊无一定看文字，准讲咱有教声音，伊嘛无一定听有啦。咱讲实的，什么即个社会无一定听有，毋过伊看着图，伊家己欢喜啊，看着图伊就一直显，吼。所以其实好的绘本莫讲上好啦吼。但是好的绘本其实会使互囡仔，伊毋免了解故事，伊干若看图，伊就知影咧讲啥。毋过伫遮我嘛是爱感谢即个画图者，伊甲即个算讲内底根本都画甲真古锥，就是安。即只护神啊吼，即个分镜其实我感觉画了真好，你看目睭安尼，护神遮细只，护神伫遐咧洗骹手。伊个手伫遐咧凸，袂输咱食甲黏贴贴伫遐咧凸手吼。即个咱就摕来做题材。所来就是讲，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直接进入画尾哦。即摆要讲一个咱即摆台湾台语的绘本创作的一个困境甲机会。其实拄则有讲到2015年的时阵吼，台湾其实足欠绘本，所以即个李港区文教基金会才会去办即个比赛。毋过，确实伫咧即几年有真大的变化。我因为前捌伫咧台文馆食过头路，所以因会请我写台语文学概论，毋是讲概论啊，就讲要安讲，就是倒一年的台语文学安怎？我即几年拢特别甲即个绘本的部分抽出来讲，你就发现讲，其实为即几年开始，每一档囡仔故愈出愈济，会趁钱呢。台语囡仔顾大字市，所以出版社拢闻着钱味，因开始嘛拍拼咧出。迄个就有诶，就原本是写中国话啦，即马就甲加台文版，搁出一本。毋过迄个当然咱会使去讨论讲内底迄个台语迄个开口有够无够，迄在基础。总是咱会使看着讲，其实即几年台语诶绘本创作，伊是有真大诶机会。困境伫倒位？我甲你讲。像阮遮诶，阮袂晓画图，阮敢会晓写故事，无人画就无法度出。搁一点吼，就是讲，比如讲咱投稿，因就一定要求爱用慢的。其实像我迄当阵，我投稿诶阵，我是写白话字甲汉字，但是因为为着咱中华民国诶需求，伊就变做伊必须爱改做慢的。个人要出版其实真困难，所以像。欧巴老师甲较等的黑米老师，因拢有做个人出版的部分，这真正是足敬佩，因为你着爱去考虑真侪成本的问题，这是真大的困境。毋过嘛是爱甲大家分享一个跨领域的要紧啊。就讲我袂晓画图，所以咱找人来画。安尼即本绘本，详时会使互台文界的人接触到无共款的画图即个艺术界。嘛会使互即个画图的即个艺术界去接触到台文书写的可能，所以不管安怎，我也是感觉讲即个无共领域的人结合做伙，即个做伙创作即件代志是真要紧啊。最后咱做一个收尾，这我嘛写伫迄个即本我的自我小解迄个算讲基金会要出版的阵，伊直甲我讲你个人小解写伤短，我讲好安尼，我阁是要加一句话。互大家听，阮兜阿爸吹的粿是世界伊的滋味。努力。好，多谢慧敏吼，伊真正是足爱白话字的吼，个敢若咧讨伊的即个迄个自我小解，时就甲伊伫遐那顶边真久吼。
伊足坚持白话字的吼，迄落，而且伊是台中腔的吼，我特别若看伊伫面册咧分享的文章吼，我感觉迄滋味吼足到底的，因为其实我是南部人，我对中部的腔较无了解，毋过我就是感觉伊会当用白话字写甲足到底安尼，互你看着就是足有迄个开口安尼。我真正是真欣赏伊即点，伊即个用词嘿，真坚持嘿。即马吼，咱要小改要开放的时阵，即个拄仔有发现迄个说啥物Bonnie Chang 吼，伊的名叫做玉坤啦吼，台中人。伊即马伊讲伊伫波士顿吼，因有一群台语的妈妈吼多谢你的菜头粿吼，伊的我看咧嘛足趣味的，伊真正写个足趣味的趣味就对啊啦吼，我感觉足有意义的，而且拢头三位拢足生活化，拢甲咱本土的即个足有结合的，真好。咱即马吼，搁来开放。举手哦，回文举手，按回文。文来，请回文嘿。这故事拢听了拢介趣味吼，尤其是特别囡仔的时吼，迄种甲囡仔讲话拢爱较毋免长短安尼，着生活化安尼，所以甲咱的生活融入伫迄个话本内面吼，感觉是咱即马要推设即个话本真重要的一个迄个真重要的一个方向啦，我认为是安尼嘿，多谢。好来，咱搁一个倒一个拄仔咱迄个玉芳讲三位先生因的册搁加台记加台伊嘛住伫波士顿，有举手。好来，即马是加台，我即马是咧讲玉芳迄个 Vanny Chang 迄个。伊讲恁三位的册伊拢有看吼，拢迄落真精彩。来，即马请即个吼，来。你即摆是叫着加台是毋是？加台，对，叫加台嘿。多谢秀婉姐，我互阮太太介绍，真正是伊是讲故事的人。嘿，就是头拄迄伊放张迄落，伊嘛是到 Boston 就是阮遮有一个做热心的妈妈，伊号做秀珍。伊就是伊拢，阮遮拢是逐个月一届伫咧图书馆参遐个，就是台湾妈妈讲台语故事。自迄种疫情开始了，咱就改做线顶的线顶的方式，甲大家分享。所以讲进前像迄落照甲准妈妈，搁有迄落食菜头粿，拢是我捌伫咧顶悬甲大家分享的故事。所以讲，其实今日会来嘛是讲，足感谢遮的迄落作者安尼甲阮画遮的迄落。遮水的画本，才有法度，互阮伫遮海外有通好甲大家囡仔分享。因为像即种动物的，或者是讲台湾特有遐鸟类，其实拢毋是讲真，毋是南部遮的物件，其实足歹有一个有较深色较趣味的方式甲介绍，互阮遮台湾囡仔知影安尼。多谢。好，多谢嘉泰嘿。毋知阁有倒一位无？我敢会当插一句，就简单。来，请。加泰，你住伫波士顿嘛？吼。阮遮有一寡迄个少年爸爸妈妈吼，有想要教囡仔台语啦，吼。因为这大家带足远资源足困难啦，所以伫 Facebook 吼，阮有设一个叫做台语 Family Room。所以若是讲有希望讲有住伫美国的爸爸妈妈，伊希望讲要来教台语的吼，尽量看会当多参加即个 group 叫做台语 Family Room。我有放迄个名吼，我有甲放伫咱的即个 chat room 内面。好，安尼搁另外一点吼，就是拄则即位佩敏吼，你咧讲即个画图的人足少吼，其实吼嘛有颠倒病啦，像讲我遮。阮后生有画一本迄个画本吼，伊的画法就是讲内面完全拢无画啦，拢无语言啦吼。
差不多成百页的款，所以看会当讲用即个图来咧讲故事吼，嘛会当讲英语，嘛会当讲台湾话安尼，敢有即种配合的可能安尼？敢会当请慧敏来回答一下？你若有趣味，我会当你自己互我会当寄一本送你安尼吼。多谢梁光兄，这是我的荣幸啦。若有这个机会，当然希望会使甲恁讨册。总是就是，我感觉当然啦，因为所以我拄则才会强调这个跨领域的结合，因为画图的人的算讲口啊，甲咱写台文的这个口啊，定着无一定相像。所以若会使做伙配合，当然是上好的。若是讲，比如讲像照你安尼讲，就是算讲梁公主已经有即个，其实伊家己画图，伊本身就有创作故事的能力啊。我所讲的困境是指，像阮遮会较含慢的，阮敢会晓写，袂晓画啊。所以我毋是讲画图的人少，其实画图的人一直拢真济。毋过你要找着会使做伙配合的，无一定遐尔，无一定遐尔简单啊。当然嘛，希望会使家己画，毋过咱就知影讲着画一只狗，人叫是鸟鼠，即种看咱毋知是要安怎才好，对毋对？所以我其实像拄则大家拢有去讲着即个声角的部分，就是故事配音。我家己本身嘛有继续写，我家己写的故事，我家己拢会录音。嘿，我拢感觉录起来拢感觉诚好，毋过都袂得奖，袂得奖就无法度出版。这就是我家己感觉是一个。是要讲无彩的，还是我家己能力不足的部分，所以我嘛是爱继续拍拼。呀，像讲迄个住伫美国的人吼，若有趣味要摕着迄个拄则个呆伙伴吼，我有甲因买20支迄个放伫迄叫啥物款 USB drive 啦，所以因所有的卡通的节目吼，拢伫迄内底啦。所以若是住伫美国的人，你若有想讲要摕着台湾通信的迄个30档的纪念吼，佮加即本，佮加迄个，迄毋知内底足侪出啦。伊所有的迄个呆伙伴迄间公司吼，迄个人叫做啥物名？叫做校务，迄个拄则碧华嘛是其中的一个迄个制作人嘛吼。所以若有要爱这个人，请你写当即个 chat room 吼，我较来寄互你安尼吼。差不多后礼拜我这物件就入来啊吼。我调工甲进口一寡物件要来送啦。好，咱的梁光兄是拢一直甲咱支持咱遮台湾界，不管伊任何领域的，伊拢足愿意支持的，这是足无简单的一项代志吼。我知影培敏还佫有一本册准备要出版吼，嘛是经费的问题吼。培敏你敢会当小可小解你迄本迄个阿嬷迄个会当变魔术迄个，我感觉迄个足精彩的，所以伊迄个嘛是欠画家吼，逐个若知影会当流通，因为我感觉确实有影这看领迄有一个问题，就是讲敢若吼，咧做媒人共款吼，有当时咱要爱的即个图吼是。有下咱的意思无吼？敢若咧相亲共款吼，这嘛其实嘛足，这嘛是真正呛死啦，无遐简单啦嘿，真正是逐个互相斗相解。准做若是讲有较济经费来讲，咱无得甲无法度通个请着较理想的吼，即个专门咧画，伊会当敢若讲应付讲，你即款的文字，即款的迄落，伊就会当甲你创作即款的即个。迄落你要爱的图出来，客制化的对，所以讲，逐个若是有法度吼，咱嘛是互相斗相共的。迄个你要放一个你迄个阿嬷迄个声音档一个，迄无几分钟，我感觉先看小解一下，我感觉迄个无出版足可惜。咱因为时间关系，敢要先请另外一个讲师，我顺续找一下我的档案，就是讲煞尾若佫有时间，我才甲大家分享安尼。真好嘿，你迄落吼，咱即马过来就是黑米老师吼，应该是逐个拢捌吼。若是毋捌的人，咱
佮强调一遍啊，咱即马只要若是用着台文，要拍字的，要找书典的，拢一定会，迄落，即位迄落吴启明绝对是一定是迄落，啊，毋过伊的才华嘛，毋是干那遮尔，伊的抬头太济咧啊，吼，我介绍袂了吼，所以咱就简约着吼，直接互伊去讲，吼，伊做足济台语的工课，啊，伊诶。无论迄个文的武的，伊逐项拢会晓啦，嘿。哦，我看咱着伊的迄个介绍，咱着甲简约，互伊家己起来介绍就好啊。较特殊的，就是伊即本册是针对即个青少年吼，咱会当来听为什物伊要针对即个青少年，嘿。所以咱甲时间交互黑米老师。大平安，安尼声音有清楚哦。讲较大声淡薄。好，多谢。好我今日来分享绘本啦。虽讲其实主题是干那一本啦毋过其实我有做2本，所以我2本拢有小可讲一下。头一本是《阿姨我的无》，第2本是即个高雄28。我先自我绍介我拄则伫开讲室内底有留一个网址，你若有兴趣要了解我咧做啥物工课，内底有较详细资讯。我会简单讲一下。我姓吴本名叫嘉明，网络片名叫做黑米，所以叫我黑米就会使。即句话甲大家分享即言语是民族的魂即句话是黄永德先生讲。我即马主要的工课是咧做台湾假死物即个计划啦即个计划主要就是咧做学台语的假死所以就是台语的数字化甲书典嘛有就是甲大家催促啦就是讲若要安怎来使用遮物件，所以嘛有足济就是讲可能互因用拍字的方式来试看觅去体验一个台文是生做啥款，用即个手机的方式就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啦一个管道所以大家若有兴趣嘛会使来甲我申请即马主要就是即个有伫即个即平台有做一个公开募资的专栏即马就是固定，我主要就是咧做这个工课即个专栏就是主要是公开专栏，内底所有的成果拢是公开拢是用就是开放授权的方式即马目前团队是有到10几个人当然毋是逐个人拢是专职的专职的是干那我一个毋过实际上嘛是迄个资源真欠就是欠钱也欠人所以若是大家感觉即部分嘛是真需要大家来关心来支持另外就是我分享我做一寡无共物件像这是台语猫这是一个较趣味的品牌啦就是来互人去接触台语用无共的方式像这是赖大道啦就用文字角度会使互你加减学寡迄个简单的日常生活的字词安尼这是我有做即个 T 恤组这是一个迄个台南的迄个 rapper 伊叫做阿家像这伊有穿咱做的衫拍做 MV 啦伊之前嘛有受外国的媒体访问就特别小解讲这讲台语就是讲即个文字就是台文的意思咧解说即个台在写啥物文字嘛做一寡牌就是教材这嘛有甲无共的品牌合作啦像有出即个瑞安这就是讲你若出去若想要甲人讲台语可能有的人毋知可能甲伊讲台语会感觉种碍语还是讲是安怎你要讲台语你会使挂即个喙安就是陪我练习讲台语你就可能袂讲我有诶无诶话也是讲特别安怎或者就是会使讲你就做伙来练习安尼另外
叫去拄食的物件吼，我另外就是嘛有咧做伙经营一个大到台开讲社啦吼，啊有逐个月拢有办做济线顶无共的活动吼，啊所以大家若有兴趣嘛会使来参加吼，有台语讲座、开讲会吼，啊网络节目、读册会，啊嘛有课程吼，啊其实今仔日讲的就是绘本的部分吼，就是咱有一个是叫做来听台语囡仔讲。哦，啊，这是为即个社团拄开始的时阵就咧做的工课，就是到今已经做差不多要应该是5、6档啊啦，吼，就是做即个代志。啊，进前就是差不多是2017年的时阵，就是甲迄个胡肉，就是拄则咱的果子有叶味菜迄个作者吼，做伙去迄个打到一个幼稚资源中心吼，去遐。拄好伊当阵有申请着经费啦，所以较接差不多逐礼拜拢有去遐讲囡仔国，嘛有培训一阵迄个讲囡仔国的迄个先生啊吼，啊所以迄当阵就是有咧想讲要安怎来做遮个代志，啊拄则嘛有讲着就是台语的绘本其实足少，你若摕其他的绘本来讲，就定定会拄着一个问题，就是伊写的毋是台语，啊你若毋写的毋是台语，就就是第一，就是顶悬的文字，你敢要互伊看到？因为若有其他的文字互伊看到，伊就可能无想要看台语的文字。啊，另外就是毋是用台语去创作的绘本的故事，基本上就是无台湾味。因为咱也知影，逐种语言有家己的特色，是讲伊有家己的文化的底伫内底，伊的基骨伫内底。你若无用伊的语言去创作，基本上较无。即个语言文化伫内底，啊，所以变做啊，你甲翻译吼，嘛是一个足头疼的代志，因为无共的文化，你要甲翻译，迄就是一个足困难爱处理的代志。所以尾手阮就一阵滚来的先生就做伙来创作即个绘本。哦，啊，即摆嘛有咧开即个山顶的即个课啦，吼，啊，我是负责即个应届班的课程。哦，啊，之前嘛捌办过即个大文博览会，吼，啊，尾手有做一个网络节目吼，叫做台语小节目，放伫 YouTube 顶管，吼，啊，毋过因为疫情的因端，所以无正式接听。吼，啊，即摆是阮即个月即个开讲社会正式成立一个大到台语文学进协会，啊，所以希望讲会使招较侪友志，捡较侪资源来做较侪代志。好啊，我来分享我有出版台文相关的册啦吼，啊主要则是针对册的部分。哦，啊其实我上早是有做一本叫做 Zine 吼，Zine 是就是 magazine 的迄个 Zine 后壁迄个4个字母啦吼，啊这就是讲伊较无像一般的，就是较正式的 magazine，就是伊是算做可能较俗。独立出版的，就是你若有对相关的议题，还是讲你有啥物想法，你就会使家己独立来创作即款的，就是 Zine。哦，即个物件就是前几档啊有较实行啦吼，啊嘛有办册展啊吼等等啊，所以当阵就做即个物件吼，啊因为阮牵手是香港人，所以伫内底就做一寡就是无共文化的交流啦吼，啊像这就是有甲。就是算做用一个古锥方式来讲即个台语的事啦吼，啊当然这是迄个掠迄个红仔的机器吼，啊毋过阮就是用一个较趣味的方式，讲这是咧掠狗吼，啊你也知影台语啊，你也知影掠狗的意思是即个意思，吼啊这是香港话啦吼，这叫做蚊，就是你若有学过香港话，你会知影这蚊是。钱1箍2箍的迄个意思啦，毋过因叫做烟蚊、人蚊，就是安尼啊，所以我也感觉诚趣味，敢若算钱，敢若咧算梦安尼，就是用即种方式来做文化交流啦吼。啊，另外就是办台文博览会时阵嘛，有出版一本即个算做少年开的台语的刊物啦吼，啊内底是全台文，吼啊即个刊物已经出两档外啦吼，啊，到当嘛是无一本全台文的即款的刊物出来，啊，所以
我感觉讲，咱可能佫做无到，嘿，这内底就是迄当阵活动的时阵，拢有教互所有来参加活动的人，就是变做伊若有买门票入来，就是拢会教一本刊物，内底就有简单小解迄个台文的物件。毋过咱其实规个活动内底无甲伊讲遮个物件，就用一寡较趣味的方式啦，就是包括讲咱有邀请来活动中间的迄个一寡参与者像这是鱼仔林伊是一个算做唱 rap 的歌手啦伊有创2个迄个乐团我有邀请伊来放 DJ 啦伫菜市仔内底放 DJ 就有家访问就有写做迄个台文稿内底其实拢有教迄个 QR code 拢有录音，所以袂晓的人嘛会使听啦过来就是等下小可讲者，就是即本绘本伊有画无就是迄当阵有申请着文化部的补助所以才有法度出版即本毋是我家己出的，毋过我有负责来编册啦我会等下小可讲者当然就是等下嘛会小解即本各项字版这主要是我做就是写故事啦当然我嘛有斗相共做迄个就是编辑的时间另外就是即个今年初出版的台文同志30档纪念特刊这嘛有线顶的读册会，大家若有兴趣会使来参加我想要讲遮物件就是其实我经过遮就是出版相关台文的迄个册啦是讲无共的产品的时阵，就是其实嘛学着诚济像出版即本绘本的时阵，我是实际规个迄个出版的流程家己走过一摆其实台文出版你若有处理过人，你就会知影其实一般的出版社伊是无才调处理台文的物件，因为台文的文字较复杂，因基本上拢无即种能力，就是伊若软体，你若直接等文字过互伊，请伊排版伊的字排出来，就是会走精去，是讲歪错去，还是讲无显示出来即个状况其实嘛，你若有看一寡大间出版社的出版品嘛是拢看得到即个问题其实诚有路，就是我当阵做的时阵，咱袂讲无啥人会晓做所以我其实是家己去试，家己去找相关的迄个可能性的解决的方式逐个软体家己去做去试，内底设定家己去解看觅，尾手才试出来，就是讲原来内底爱处理的物件诚有路所以尾手我其实是所有的物件拢家己处理好，转做 PDF， 而且佫爱转线，就是内底拢无文字，无所谓文字，就是转做图就对啦才来互出版社直接摕去印，所以其实出版社就是当做图直接去印就对了这个物件其实当初是我做迄个上细本这个印的时阵，我都有拄着过所以迄当阵就是豆豆开始知影遮个问题所以我家己是感觉做遮个出版品会得到一个诚好的经验啦较知影处理相关的物件，所以尾手其实像做即个高雄字版的时阵因为即个画图者甲迄个设计师，就是即本册排版的设计师拢是找打狗所以其实我是变做我直接出来甲因斗相共啦就是讲迄个你若有拄着软体啥问题是讲顶悬的字句一寡技术问题，是讲软体要设定就变做我甲因解到好是讲直接软体我操作互因看安尼，因就知影讲要安怎处理，这技术上的问题其实诚有路好拄则所以其实拄则讲到迄个背面有讲到即个下冷血的一寡问题所以初做即本绘本的时阵，就是完全拢无啦，所以其实就是从头到尾甲做当然要做嘛是拄则有讲到成本是一个足大
考量啦吼。啊，你若要出册，基本上要去印册，迄就是一条足大条的钱。啊，所以家己嘛无即条钱通去开，啊，所以迄当阵就是有正好有请着文化部补助啦，啊，就甲伊的补助的费用有请着遐钱全部摕去印刷，所以印刷的钱就是咱遮的钱落，啊，剩的就是全部拢家己去收啦，当然就是家己做。啊，其实嘛无够啦吼，是阁有其他的，像迄个台湾罗马字协会嘛有个补贴，就是有赞助，啊，我家己阁贴挂，啊，才钱迄个印刷的费用才有够，啊，我是印1000本，吼，啊，其实到呾是卖到超过一半，阁也阁真济册囤伫阮兜，嘿，啊，所以这嘛是我个人嘛是家己独立出版，家己独立卖，嘿，所以这是真正无简单，啊，所以拄则有讲着，其实自头到尾所有工作我拢家己做，就是包括故事编排啊，迄个画图是阮牵手画，啊，迄个排版啥货拢是我家己处理，啊，到就是干那送去出版社，互因申请迄个 ISBN 吼，啊，因为迄当阵个人也无法度申请，啊，即摆会使，啊，基本上其实就是交互出版社去安尼。吼，啊，我即本册内底吼，较特别是，我是全部用白话字的，啊，这其实我迄当阵的考虑就是，照你讲啦吼，你若是细汉囡仔为全台语学习来讲，就是你若是假使讲咱即马是活伫台湾国内底啦吼，咱会用母语来做教学，用母语来学习。照讲应该细汉囡仔上适合的，就是为白话字开始学。颠倒毋是用汉字，而是讲汉字较济的方式来读，颠倒囡仔较适合即个全白话字的绘本，因为对因学习来讲的成本其实较低，啊，所以我当阵就坚持讲，我一定爱出全白话字的迄个绘本，哦，啊，其实迄当阵出版的时阵，迄个出版社的头家吼，其实伊是伫高雄在地吼，有出足济迄个文学作品的一个头家啦，迄个出版社。哦，啊，伊就有讲，伊即本册吼，伊基本上无人会买啦，所以伊嘛无可能甲我摕册，伊嘛讲出面吼，伊就是这册哪有人看有，吼，啊，毋过我就是不管啦吼，我就是安尼做。啊，其实到呾嘛确实有一寡母语家庭的囡仔，因真正有即款需求啊，吼，像迄个我知影迄个台中的迄个拉拉吼，伊就教囡仔白话语。啊，其实伊若要读即款册就真适合。啊，像迄个乌妈妈协会吼，因一边台湾国的囡仔吼，像因即个营队吼，叫做嘛是要开始正式教白话语。吼，啊，所以其实像即款的册对囡仔来讲，真都是较适合。吼，啊，当然像迄个蒋文教授吼，因后生嘛有出几本也是全白话字。好，啊，内底就是差不多是安尼啦，吼，我就简单跳过，就是类似即个型。啊，内底有讲的一个主角，就是其实即本绘本哦，你也听伊的名，就是台语6个母音啦吼，啊伊有5个无，所以其实当时是就是设计来教母音的，所以就是设定的目标就是拄开始学即个语言，是拄开始学即个文字，算幼囡仔吼，啊，所以就是应该是为学龄前开始，吼，啊，所以即个内容就是无设计甲伤困难，就是一个较简单的故事。就是可能伊拄开始去学校发生的一个代志，吼，啊，再来内底有一个足重要的迄个主角吼，就是即个主角就是乌面腊杯，吼，啊，啥要放即个乌面腊杯吼，因为这是我打狗吼，阮打狗甲台南吼，即个主角拢会来遮休困，吼，啊，所以我就感觉这是算做对我来讲，也是讲对南部人来讲是算做。较亲近，也是讲有机会看到即种鸟类啦吼。啊，这嘛是一个真好的例吼。像我去公园过的时阵，我就想问大家：恁敢知影乌面腊杯的名是安怎号的？啊，是安怎咱要学台语号名的方式，莫干那去记中国话号名的方式？因为咱知影中国话伊叫做黑面琵鹭，琵鹭伊就是用人工的方式去解分类的。啊，毋过腊杯就毋是啊吼，腊杯就是咧讲伊即只鸟啊咧生活的情景，就是当然伊的面就是乌乌嘛吼，啊伊用伊的喙咧喙吼，伫迄个水内底啊，伫迄个运河内底，伫遐咧拉
吼，啊伊个喙迄个形就是迄个杯，吼，伊迄个形就是台语叫做杯，啊第二个啦，所以迄就是台湾人看到即种鸟仔咧生活的情景，甲号的迄个名，吼，所以其实台语才是生活化的语言，中国话是即个人工的语言，吼，所以才需要讲咱来学台语，等到是较活咱生活，吼，啊，所以嘛是借即个机会甲大家讲要来学台语。啊，这是迄当阵讲囡仔教的一寡现场啦，吼，啊嘛有做，互阮有带活动吼，互阮做一个算做手指红仔啦，吼，就是就是手指红仔，就是顶悬有一个迄个乌面lap杯的迄个面，吼，甲伊的喙安尼。好啊，这迄个看囡仔手行台语的路吼嘛，捌分享过，就是讲迄个你若需要一寡绘本哦，出版品吼，所以大家会使参考。我来分享即个高雄200即个绘本啦吼，啊，其实想法真济啦，不过我着时间的关系，我着简单讲吼。啊，即个绘本吼，第一你若手头有册，你可能看到迄个册皮，甲恁即马出来，甲我即马画面看到无共吼，因为其实我当时是册名的主题是罗马字写，我是写高雄200是写数字啦。啊，尾手我毋知是安怎因甲因改掉，就是甲掠做直的，所以变做主体是汉字啊徛直的，所以即点我是个人是感觉真奇怪，吼，因为这甲我的想法无共，吼，啊无要紧，咱就来看者吼，这是我当初是会来写这绘本，其实有受到足侪刺激啦，吼，啊，上大的刺激就是我迄当阵有开始去学校教册，就是教台语啦，吼，就是国校啊，1年甲6年国中我拢有教。啊，去教了后，我嘛，因为我是伫高雄教嘛，所以其实若差不多要我2月底3月初，就是3月初了是高雄大屠杀的日子啦吼。我就会讲即个故事互因听。啊，当然我嘛头去先地问讲，恁敢知影28即个代志是啥货？啊，因可能有个人知影，有人点头吼。啊，我就会去挑拨因甲因问讲。啊，恁敢知影即个代志是啥物人杀啥物人？结果我得到迄个答案吼，真正互我惊一下，毋知要安怎反应吼。就是我得到个答案，9成以上拢甲我因讲是日本人拍台湾人。吼，啊，这像迄个欧巴，伊嘛有去问吼，伊问的迄个甲我差不多啦吼，嘛是真接近，就是其实大部分人拢有即个想法，即个想法毋知是啥物人甲教，我真正傻无啦吼。到底是啥物人甲教？是伊家长安尼甲教，是讲伊个学校的先生安尼甲教？这到底即个想法是为倒位来？上无伊嘛毋知影嘛，啊是安那会变成是安尼？吼啊，所以其实我当阵就感觉即件代志足含啊吼，吼，即件代志真正有够含啊，吼啊，所以尾手就感觉讲，咱就是写台语文，毋是讲干那写即个语言尔吼，嘛是爱注重讲即个，咱爱知影家己的根吼，咱知影家己的文化历史，吼啊，所以这就是我感觉其实像我即个绘本吼，伊当阵是参加迄个阿克奖嘛，啊。目标是迄个高中生，吼，啊，高中生其实就是会使为，就是一寡基本的观念吼，开始去思考啦，吼，嘛是简单讲，就是爱开始学一寡台湾学吼。当然，咱即马教育即部分也是足欠吼，所以其实像迄个台语文，就是社会着足歹去，去催促啊，是讲去教育嘛是即个足大因端，就是即马中华民国做主体的教育，伊连有台语文的背景、历史遮物件，伊都拢无甲你教，你哪有可能要去学遮物件？吼啊，所以这是我感觉这是上限物件。吼啊，另外一个就是我其实嘛有受到一个刺激，就是因为我嘛有去参加迄个高雄市历史博物馆导览，就是因遐有一个常设展，就是就是高雄，就是因为迄个所在吼，就是较早高雄市政府吼，啊，迄当阵就是发生即个3月初六大屠杀，就是死足侪人的所在吼，就是迄个所在啊，所以因有设一个常设展，伫遐咧讲即个故事，啊，佮有做模型吼，大家有兴趣会使去看去了解。啊，毋过其实去看的时阵吼，迄
遐所有的文字全部拢是用中国语文，啊，包括讲我去参加因的导览，伊个讲者嘛是用中国语咧导览，啊，所以即点我就感觉讲足碍意啦，啊，所以买手我就是去甲我，就是我就受着刺激，我就感觉讲咱是安那无爱做即件代志，啊，所以其实你若用受害者语言写即个历史，其实莫讲受害者，就是讲，其实咱本来就是即个族群，咱就爱用即个语文来讲家己的历史才对。你若颠倒用加害者的语文来讲，咱即个族群的历史，颠倒就是搁一届侮辱的，搁一届凌迟。啊，这就是一寡就是有一寡想法，像这是迄个论点讲的就是讲你若用实名者的语文来讲二拜，基本上就是搁一届屠杀啊，你若去看其他的所在，你会知影其实像香港因就会用即个中国语开始咧教册嘛啊，像即个新疆遐嘛是共款因基本上就是变做。伊爱全部禁止因的语言，啊，再来就是迄个南蒙古遐前2-3冬嘛是安尼，啊，所以其实咱知影就是实名者要甲咱控制，要甲咱消灭咱的族群的时阵，头一项就是为你的语言、为你的文字开始落手，啊，所以咱是安怎无去注重即个问题的，所以咱其实就是爱特别去强调讲，咱莫搁去。做即个代志，当然，咱若搁特别搁去讲二拜时阵，你搁去讲即个代志是毋是做行的？啊，所以我就特别要写即个文本。啊，另外就是我会坚持要使用白话字，啊，当然背面其实拄则有讲过，啊，迄个李港桥就爱改做迄个教育部迄个系统，啊，毋过我感觉徛伫转型正义，基本上语甲文拢爱做转型正义，啊，咱知影即个台语即个名称。甲是讲白话字的即个地位，到呾中华民国也是拢无承认，所以即部分咱应该爱搁坚持的。啊，上尾我来分享迄当阵，其实迄当阵就是出版了后就是可能毋知啥物因端，就是迄个李光桥一直无办新册发表会，啊，颠倒是迄个高雄市历史博物馆来，就是因为迄个画图者伊算做甲因有诚熟悉啦啊，所以迄当阵就找画图者甲我去分享啊，所以我迄当阵特别写一首诗来讲，就是伫现场来分享啊，我就先来念看觅啊，即首诗的名叫做《暗前的3天》，迄困日煞接，永远袂停困的腊日，平分的炮仔放送欢喜。庆祝的声，228大犹太哦，228大俗卖哦，228一斤的尸体值偌济？头家甲我称看觅，台湾魂伫电子的网络店头爆炸，市政府的门开开，加害者的言语，特不是为我的目睭前把过，蚵啊，佮把过，台湾魂。伫暗索索的台湾树册图，笑响的纸，豆热的爱好钱，要去拖磨的脚趾，无人有听去。打到港的红虾，敢是已经暗坎44冬前的血水。和平者毋捌出世，山暗讲换伫中正桥下底的暗前探味。苦痛的3月天，失去的魂也是无得到正义。长去的纸早就过去，互对敌不义。魔鬼的手甲咱的身份镶落去土里生炭，下了袂止。45冬后，烧落的目屎已经腐去，敢是咱放弃咱家己？啊，即个拄则讲，就是其实第2趴我就是特别咧甲伊去个高雄市历史博物馆考试啊。因为伊遐的物件就是全部拢是写中国语文，你去看因遐所有资料，都是拢是中国语文咧写。啊，对我来讲就是总碍意，我就是我的目睭前，就是一直有人甲我把关，就是228所以我其实有特别用迄个中国语的音
我看到拢是228，毋是228。啊，上尾一趴吼，遮拄啊好，陈瑞兄有来参加，陈瑞兄有写过一首诗，就是苦痛的三位天。所以我其实就是咧叫因即个陈瑞兄写的迄首诗。好，我分享到这，感谢大家。多谢夏美老师伊的分享哦，伊真正是一直咧开阔介济路线的迄落即个要安怎推广台语的路线，足多元的。所以伊若一个话讲要志工吼，阮遮读册潘道吼，就会去斗做志工，安尼甲支援。伊的创意吼足济，会当开发出足济条路，无讲拘束伫一个所在安尼。伊咧做的拢不止迄落。要请逐个，要互逐个会员的进前，我先看即个切润的迄落分享吼。今仔日的分享不止济吼，拢是对即个迄落4位讲者的即个会员足济吼，读袂这咱着家己入去看吼。其中有一个吼，有 Emily 吼，毋是迄个悉尼舞吼，伊讲伊有熟悉美国的作家，嘛是画家，伊嘛会当迄落甲人插画即个吼。若是会当甲伊联络啦，伊才有留伊的 email 吼，你会当甲伊联络吼。我感觉讲要请，我拄仔有讲要请好的画家来帮咱画吼，这拢是甲经济有关系啦吼。即马吼嘛已经要12点吼，所以讲有人举手哦。好，即马举手，咱先互两个迄落吼，咱的切论吼，先家己去看吼，遐有介济message吼。即马是举手的人是啥物人？起码婷婷是无？开麦克，你家己开麦克。谢，我感谢迄个贵兰姐吼，主持即个遮尔有品质的台语的论坛吼。今仔日请了4个人，安尼来去讲咱的绘本的代志。我听了足感动的啦吼。包括玉文吼，其实伊伫咱台湾吼，迄个全国语言竞赛吼，拢透过内底常常有看到伊的迄个文本创作。这是因为少年人吼，较早的文本创作拢是阮遮的老演，你知道？即摆少年的会当安尼学习吼，会当创作，互伊成做一个是文本吼，互全台湾的人拢会当听到伊的心声，这是足好代志吼。这是我第一项要分享的。第二项就是讲乌马老师其实是白敏吼介绍了乌马老师，我才知影讲有即个人。其实咱台湾足细，真正吼，咱咧做台语吼，我一个感觉是讲，若是咱拢分甲足开的啦。所以乌马老师今仔讲的话吼，我感觉伊咧录音，咱包括咱莫讲啥，伊咧画图，伊咧录音吼，你是毋是感觉伊足辛苦的？我是讲。敢无迄个公共财会当替伊做这个代志啊？即我后壁有分享吼。第三个就是讲，咱白敏因为甲我足熟的嘛吼，伊咧讲即个菜头粿的故事，应该是家庭式的，就是讲入来迄个妈妈讲的，伊希望囡仔吼讲我要今仔日要食饭放屎，要我烧我读甲疼，要创足简单的一个迄个话语，安尼就好啊。结果白敏。其实白敏伊的菜头粿，伊嘛是要叫你去联想，你想你家己要创啥代志吼。到尾咱迄个夏美老师吼，伊讲的即个物件吼，就是讲228，其实伊是少年人物件。如果讲今仔日咱即个即个会场吼，会当家分做2位，就是讲用展厝来甲分开吼，我相信会佫较精彩，因为迄个夏美老师伊讲的物件吼，有真侪物件我拢。想讲，最希望讲，等去迄个咧民国32年的时代啦，足侪即个台湾人嘛是有去南明充军啊，
啊，有足侪分享的代志会当伫遮咧讲，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吼，这时间可能会较无够，啊，伊讲的物件会较不足吼。啊，我要分享2项代志吼。第一项就是讲，咱即马定定咧讲即个台语话本，你是毋是伫台语的世界吼，一直咧冲，一直咧。其实即2年来吼，我家己嘛有拢创作，但是我嘛是拄着逐个了共款的问题，无人要甲我出版，啊，我嘛毋知影啥物人要画，啊，即摆要画落去吼，即个工作室的老师吼，一届伊要摕4、5万，啊，我哪有4、5万，啊，搁来出版的时阵吼，即物件到底销路好啊歹？啊，你去甲文化部去请经费，其实文化部人是爱放烟花，伊无一定爱你即物件，你上好是影音影像。啊，咱们逐届吼要去甲请物件，逐个咱拢是去碰壁，所以我就一个想法，你知道，就是讲逐个毋知有去了解文化部有一个儿童的文化馆无？儿童文化馆吼，恁若入去，我应该有倒去内底吼。儿童文化馆你若甲拍入去，较早是迄个单，我袂记得啊，就是迄个公共电视台的迄个。董事长，伊伫迄内底咧换迄个儿童文化馆，你会当入去迄个网站甲看一下，为头到尾第1页到第50页吼，我即摆是咧讲迄个绘本花园。咱即摆今仔日是咧讲重点是画本嘛，绘本花园你甲试落去吼，第1页到第50页吼，请逐个看卖咧，有台语无？有原住民语无？有客语无？拢无。啊，这我捌反映过啊，伊敢若迄个歌曲内底吼，甲你藏一寡台语物件。啊，我为着安尼吼，我足毋甘愿的。我讲啊，我着要回应即个妈妈嘛。妈妈，你讲你到底你囡仔是爱啥物？你上知影，你会使伫即个画本内底吼，华语的画本画面吼，咱的电脑毋是拢有会当的迄个加图，你甲图加起来，你就是录音互你的囡仔听，还是讲你伫遐甲你囡仔讲即个故事。你毋免叫别人甲你做，啊，因为别人要做物件吼，你毋知影。啊，我算较着急啦。我听到迄妈妈讲遐话吼，我就感觉我是第一线的台语老师吼，啊，我就感觉哦，这代志真严重，因为真侪人吼，全台湾足侪台语的即个妈妈的即个亲子家庭吼，甚至因的囡仔拢无来学校哦。我嘛去拄着正大5个囡仔。正大教授5个囡仔，因来囡仔拢无来学校，因就是要家己伫内底教台语，希望台语下摆有一个专属的即个学校，人因拢是安尼咧行的路线。啊，我是感觉讲即个妈妈吼，你会使你试看卖啊，你着去录音。啊，我拄好伫迄个即个开讲室的时候，我有讲吼，啊，我毋知你有背景无？啊，你的背景吼，其实即摆电脑足方便的。啊，我嘛是去共学着一个软体，你知道？啊，我着甲迄个软体，甲伊挂入我的背景，啊，着开始录音互囡仔听。伊讲拢是厉害的，吼，啊，着伫迄文化部儿童的迄个画本吼，啊，我着甲录起来。我敢若做一个，我2年前做一个，啊，我着感觉即个教学中吼，伊着真有路用啦。哦，这是我第一个想法吼。第二个想法是讲，大家拢一直感觉文化部、教育部吼，咱若要请伊部门足困难。啊，其实教育部有一个语言多元性的物件吼，即摆咧行路线就是讲，你要安怎语言优先，足侪即个图书馆、美术馆，也是讲伊的迄个什物病院也好，也是迄个车头好。你爱需要提供遮个人啊，所以吼，伫咧2年前吼，迄个李庆华教授伊就去收到南国中吼，迄个南国中吼，伊就叫伊甲伊整理一个台语导览的手册吼，伊是手册尔，伊就摕一个底头互伊啦，啊，伊就甲伊翻做台语，伊是手册尔，但是若是何信涵教授吼，伊伫台中伊有做一个台湾美术馆吼。即个物件我阁毋是足清楚，但是阁有一个林嘉怡老师吼，伊伫咧台北，伊就想着讲吼，我有一个台语的女路，吼，台语的女路吼，就是讲台湾妇女馆，吼，啊，阮就合作甲伊，甲遮个女路就讲，女路就是讲
咱的大稻埕吼，咱顶礼拜是毋是赞哥你讲大稻埕的代志嘛吼？伊就甲台湾妇女馆附近的即个区域吼，拢甲伊用台语甲翻出来，啊，伊就叫迄个柯文成老师吼，甲伊斗相共，啊，家己老师包括伊就做录音，就挂去迄个网站吼。啊，虽然讲伊这是种小小的一个小单位的，啊，开无真侪钱，毋过这是一个开始。简单讲，我即摆语言多样性，你教育部既然你推崇语言多样性，啊，这多样性我就是要多样化，毋管你唱啥也好，你要介绍即个所在，即个好也好，吼啊，我即摆我即摆伫中部，我嘛拄着即个图书馆叫我去甲因教讲要安怎去讲，要安怎去甲伊介绍迄个图书馆的物件，这对我来讲嘛是一个挑战啦。啊，我嘛是甲答应，吼，我感觉讲你若台语塞会出来，我嘛是会甲你答应。吼，啊，虽然4点钟其实嘛做无啥物代志，但是已经行出即个物件，就是语言多样性的物件，就是伊会摆一个课程，啊，叫一寡台语的人去教因你安怎讲即个专有名词，啊，其实这真困难，因为即个物件咱祖先拢无，吼，啊，但是吼，另外我要分享就是讲，若较有资金的，比如讲台中的迄个科学，迄个自然科学馆吼，伊较有资金的，伊直接就甲你讲，我要即摆要请一个台语老师，伊有通过美土的，就是咱教育部即个美土的即个认证通过，你来我就互你薪水，伊就是安尼做，吼，所以伫台湾即摆伊有一寡即个多样性的即个方向吼，包括车头吼，你讲台语有诶袂讲袂好势啊，所以我要分享是讲，其实有真侪方向。啊，我较爱诶个物件就是讲，是毋是即个儿童文化馆诶即个画本，甲咱遮尔侪人，我今仔听到我足感动诶。你毋知用偌侪芯片吼，你做即个台语画本，包括你讲曲吼，啊，包括足侪吼，你讲足侪人吼，私底下拢无发现诶物件，敢会当用公共财去甲伊挂一个网站，然后即个网站会使连接去海外，连接去爱台语诶人，足侪所在拢会当连接。所以我一直想讲，这项代志应该会使做。以上，多谢你哦。迄个多谢婷婷吼，伊诶分享，婷婷伊诶内容介济吼，连讲咱嘛会当邀请伊来咱诶台湾迄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吼，来开一个专题吼。啊，因为已经12点过啊吼，啊，如果你若是无方便忝诶人，要先离开，会使先离开。啊，直接我要回应Kim嘛，就是讲，其实我有在想讲要甲拆做2部分吼，啊，毋过逐个人拢工作无闲诶吼，无时间通去准备遐济物件吼，物件是介济啦，但是无用通去整理遮济啦，所以其实这我嘛是有甲迄落探讨过啦，啊，因是讲啊，着做伙去哩就好安尼吼。总是今仔日互逐个会讲者吼，知影讲了知影讲吼啊，因的困境伫倒位啊。如果若是讲逐个会当斗相共吼，迄落咱就来斗相共，也是讲找即个画图的人来媒合看卖啊咧，嘿，来这个跨领域的即个合作，这是一个足重要的。啊，你讲要靠公家机关吼，在我个人吼，因为我申请个人画展的时阵，我咧申请即个经费的补助的时阵吼，迄根本就是吼啊，讲起来吼啊，你申请遐无几仙钱吼，你个啊舞一大堆物件，不如家己出来较紧啊！这吼已经是有，所以申请过几遍了，我就袂想要搁去舞遐有诶无诶，我感觉足辛苦诶嘿。啊，我即时住伫桃园有一个儿童诶文学馆吼，也有一个儿童诶美术馆哦，其实拢做了足矫正，确实因拢是华语。
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足可惜的代志。啊，咱是要安怎甲咱的母语会当进一步？去即个吼，这真正是有影是只有拍拼，搁拍拼，搁拍拼尔，无别款的方式啦，嘿。啊，因为我拢用一个理路去想啦，台湾民主运动嘛是为初一寡党外的人，一寡人安尼拍拼起来吼，才有今仔日即摆的民进党通个执政，即条路嘛行足远的。啊，我想做台语嘛是共款的即个意思啦吼。啊，咱因为我嘛无啥物才调，我就是讲，哦，今仔日来伫遮迄落主持这嘛是算过讲做一个志工尔，我也无法度迄落。啊，毋过若逐遍起来听，我拢感觉啊，嘛是会有感动的，啊嘛有心酸的所在嘿。以上啊，我即摆已经过12点吼，啊，逐个自由留落来开讲啊。你迄个贵人，你先多谢今仔日4位讲者吼，对，玉嘿，文，嘿，欧巴老师，嘿，玉文，请你搁互咱逐个说迄个欧巴啊，慧敏啊，搁黑米老师，请恁搁再黑米老师有举手，黑米你敢是要补充？黑米老师，你我简单回应一下啦，就是拄则婷婷讲的，啊，当然伊的建议拢诚好啦，啊，其实我即几档咧做相关的运动的时间吼，就有一个足深的体会啦，就是咱也无台湾国啦，逐项代志拢爱靠家己，政府当然伊有资金有资源问题，伊要拨去互你做，这是一个足大问题。哦，咱看迄个双语教育，伊也毋免啥物法，也毋免啥物理由，钱啥来就有啊，凊彩袂开，哦，几百亿就断落啦。啊，台语敢有？哦，啊，就当然莫阁讲其他的啦。哦，啊，我是感觉讲，当然毋是讲因迄个资源，咱就拢莫去争取，咱嘛是爱甲伊要求，长期迄拢甲伊要求。哦，啊，像我举一个例，像阮搭到遮。阮嘛是有咧接触一寡无共的单位吼，像拄则讲的幼儿资源中心吼，迄算公家单位啦，啊当然是发包互其他的单位去做，吼啊总是阮有机会去甲伊合作，吼啊买手阮其实有迄个算长期有咧做，所以着其他的所在因着知影讲，阮有咧做遮物件，吼啊尾也了解讲，其实像迄个图书馆因。其实长期拢有经费咧做遮个物件，甚至嘛有请人去讲台语的囡仔歌，啊，毋过其实阮有人实际去参与去听吼，你着知影讲因咧就是台语讲无几句，吼，拢差不多拢讲中国话，啊，遐个讲古的人嘛毋是介专业，就是讲台语的部分啦，当然伊可能做够讲故事，啊，毋过其实台语的部分嘛是讲介专业。啊，买手阮其实长期咧做了，人就主动来找咱，吼，就是来找阮啦，就是找迄个搭到台开讲社，所以阮就买手有甲因一寡单位有咧合作，啊，因就较知影讲，其实嘛有人咧做遮个代志，所以其实咱民间先落去做啦，啊，家己爱拍拼，就是咱爱甲这当作是草根运动，莫讲去恶嘛讲。啥物代志拢要靠别人，要靠政府，啊，政府就毋是你家己的，哦，啊，靠家己上要紧，我简单补充。好，啊，即马有咱用诶，即马开始自由开讲啦吼，啊，咱真正是搁贵人，你先结束今仔日的节目吼，啊，我停止录影，啊，咱多谢咱4位讲者吼，啊嘛多谢贵人，啊，中光遐你到尾有个后礼拜的节目。后礼拜吼，是请即个台湾国或者吼，因有一个团体叫做啥物？欧妈嘛，敢是叫做即个团体啊，因伫高雄，即摆伫打狗吼，有举办一个叫做台湾国亲子会，啊，后礼拜